降價。呢個坦洲樓盤以前咧賣緊16,000蚊一平方，而家12,900，任揀樓層啊，而且係帶埋精裝現樓嚟嘅，送埋車位，再送你家電6件套啊！而家10萬蚊首期咧就會上車啦，有興趣上去睇睇。一套咧就係88平方嘅3房，以前咧又係140幾萬嘅，而家單價12,900，咁總價咧就係113萬就攞低啦。嗱，呢個廚房空間都唔細嘅，入邊所睇到嘅都係膠標嚟嘅。嗱，呢邊咧仲有一個係櫃嘅位置㗎，客廳、飯廳部分對側咧就係望翻小區嘅園林景觀，呢個法式園林小區，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啊？呢個樓間距其實 OK 嘅，咁呢個位置呢，就係坦洲中心位置嚟嘅，去翻優悅商場啊、新萬悅啊，1+1都係2-3分鐘嘅車程就去到啦。嗱，而家送埋車位、送埋家電嘅6件套俾你喎，精裝啊、現樓之餘啊，咁呢個位置呢，無論去邊度都方便嘅，有車直接翻到香港。如果你有興趣了解翻呢套88平方3房，可以下方留言啦。